我们诸位常住啊，所有的莲友们，这些世界各地的学佛的弟子们，大家早上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今天是阳历4月25号，是礼拜四。今天我们利用早斋，大家吃完了之后，师父呢想跟各位大家解解法缘，希望透过这个简单的介绍，让大家能够打开智慧，知道我们修行的道理，也知道念佛的重要性。大家一心的都来投靠阿弥陀佛啊，仰仗阿弥陀佛啊。那么我们一心称念名号，自然以后感应道交，大家成就你的道业，不枉费你出生在这个人世间。从前呢，有一个人呢，他一生呢都省吃俭用，好不容易啊，他存了500万了，他打算呢，利用这些钱，去好好地来享受一下快乐的生活，什么事也不做了，只想到要到世界去旅行。可是天不从人愿，死神呢，却在他出门前的那一天晚上降临了，要带他离开这个世界。尽管他百般的哀求了，说尽了各种理由，但死神呢，就是不肯让他多活一天。于是他向死神呢，就用利益来诱惑，这么说：你再让我活1个月好吗？我可以分给一半的财富。但死神呢，不理他了，只是拖着他走啊，走。他又说了，不然是不是我们商量一下，1个星期，只要1个星期就好。我求求你，我辛苦了大半辈子，为的就是希望能够好好的过一阵子的好日子啊！我就是为这个事情呢。他苦苦的哀求这个死神，可是死神呢，他却仍然无动于衷了。最后死神总算答应给他几分钟，让他留下一张便条纸。结果他在上面就写着：任何人呐，看到这一张便条纸的人君子啊，如果你生活还过得去啊，请千万不要浪费生命去拼命赚钱呐！你要把握时间去做一些有利益的事情吧，因为我的500万呐，连1小时的人生也买不到啊！各位，这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公案呢，但是当头棒喝，给我们很多人呢有一种警惕：生命无常，时光不会再来的。如果有一天你面对无常到来的时候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你心中没有依靠，你没有一个归属感，那时候你会惶恐、紧张、依依难舍，最后你会随业流转，就是很悲惨。有人说了，赚那么多钱干什么？够用就好了。话是虽然这么说，但在人们未能去除这个贪得无厌的心态下，多少钱才算够用的呢？自己够用了，但是太太不够用；夫妻够用了，但是儿女不够用了；儿女够用了，但是子孙不够用，永远都没完没了。以前呢，有一个收藏家呀，他玩宝物是琳琅满目，但最后他决定了要全数捐给博物馆。在捐赠的仪式上面，馆长啊，请他说几句话。他说啊，以前我收藏宝物
是想留给我的孩子。你们想想看，如果孩子好，当然该给他了，当做一种奖赏。相反的，如果孩子不好，过得很可怜，我更应该给他，让他卖了，过一个好日子。这个收藏家呢，话锋一转呢，他说：“我现在改了。我想，如果孩子不好，我当然不该给他拿去败掉啊。相反的，如果孩子很好，他已经很富有了，也不需要我的收藏品了嘛。他的脸上啊，就散发出一种光彩呀。他就说，所以我决定把所有的收藏全数都捐给博物馆，能够物尽其用，让社会的人可以欣赏、了解我们古代的文化。我愿意付出这一切。在座，你看，一个观念的转变，就有无量的功德。这师父提供给各位参考，够用就好了。你不要贪得无厌呐。白胜长老最后要临终的时候留下一句话：世间名利谁不爱？但是贪求名利是祸害呀。所以我们大家要当头棒喝，要警惕在心，随时应该自我反省，把你现在好不容易有的福报能够贡献给众生。各位功德无量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